大家好，又係我范太郎啊！咁今日要評嘅電影係《雷霆特工隊》啊！咁如果你哋對一啲流行電影啦，或者一啲近期喺香港上映嘅小眾電影有興趣呢，歡迎你哋訂閱我個 channel 啊！我每個星期都會為你哋帶嚟極主觀嘅電影點評。好啦，開波啦！咁今次都係唔講故事簡介，因為睇個預告咧，都大概知道故事嘅走向。咁呢套戲咧，我認為優缺點咧都幾分明嘅，所以今次咧我會先優後缺咁樣講。咁呢套戲咧喺影評界去到咁高分咧，我認為重點係咧喺超英嘅電影上面咧做咗一個創新嘅主題同主旨。咁因為其實超英電影咧嚟嚟去去要講嘅都係點樣面對自己自大啊，學會謙虛啊，面對啲創傷或者立場嘅對立啊，政治上嘅爭辯等等。有啲勁啲呢，就可能探討下咩係英雄啊，咩係神啊，啲意識形態嘢或者宗教啊、哲學嘅討論。Sorry 啊，我唔會再吹 Zack Snyder 噶啦。咁呢套超英電影咧就好罕見咁樣咧，用超英嘅架構咧講呢個 Gen 嘅人咧會面對嘅問題，即係咧同舊時代嘅社會咧鼓勵天天向上嘅氛圍唔同啦，即係面對咧每日日日如是嘅生活啊，聚焦喺負面，唔知道自己定位係咩嘅空虛感。咁2000年嘅電影 Fight Club 咧曾經講過咧，呢個世代咧面對嘅係心靈之戰。咁其實放翻喺呢個時代咧都仲係咁適合嘅，因為上流嘅空間唔夠啦，咁社會亦好，各方面亦好，發展咧都陷入飽和。咁而依家現代人咧比起往時嘅建功立業咧，更加 focus 咗喺自我同埋生活之上。咁時常咧都會產生一種咧唔知自己嘅定位係咩，日復一日，同埋覺得做咩都改變唔到嘅空虛感。咁而呢套戲咧就用數個咧邊緣咧曾經做壞事咧，唔知自己嘅定位嘅 anti-hero 角色，即係主要係咧哨兵同埋野娜啦，嚟講呢個 Gen 嘅諗法嘅，同埋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佢。所以我認為咧呢個主題 crossover 超英電影咧係幾有新意嘅，而且咧都係一個咧大部分觀眾都會有共鳴嘅主題。咁喺呢方面咧係幾成功嘅，而電影咧都行之有效咁樣咧利用主角嘅自身經歷同埋成長啦，引導反派咧走出困境，咁寫咗一個完美嘅故事。咁題外話啦，通常啲超英電影咧反派寫得好，夠飽滿，套戲都唔會差得去邊。大家同唔同意啊？咁而有啲離題嘅優點咧，我認為喺運鏡上啦，同埋卡拉通咧，用咗 Marvel 比較少用嘅做法，咁其實都係比較新意啦，同埋做咗個新嘗試。咁即係逐啲咁講啦，即係唔係嚟嚟去去拎嗰3-4個機位就算鬼數嗰啲啦。咁現代商業片咧，普遍都唔係簡簡單單啦，做咗起承轉合就 OK。咁通常轉嘅次數咧會多幾次，嚟增加翻觀眾嘅關注度，亦都係因為觀眾嘅胃口養大咗啦。但係呢套戲咧就過分平鋪直敍嘅，基本上咧你會好估到故事由頭至尾嘅走向。都冇較多以前 Marvel 咧成日有嗰啲驚喜位，咁啊搞到咧前半其實幾悶嘅，有啲娛樂性不足。而且咧雖然我頭先咧係讚咗唔少文戲嗰部分啦，但係佢文戲嘅陳述方式咧其實都流於對白戲。因為其實普通電影嚟講啦，文藝或者較 focus 喺對白好精煉嘅劇情片除外咧，其實重量都要以聲畫啊同埋角色演繹咧去表達內容。咁依家套戲咧就有啲過多用對白咧嚟表達角色諗法，而且 Bob 呢個關鍵角色咧就好方便咁樣咧有一個咧只要揩到人隻手咧就知人哋嘅遺憾同黑暗面嘅能力，再 develop 其他角色。咁其實呢啲嘢咧就係有啲 lazy writing 嘅。不過至少咧喺尾段咧入咗虛空嗰段戲咧，喺視覺場景轉換啊、演員嘅演繹等咧各方面都有加成，都係缺點上同整體上咧救翻呢套戲唔少嘅。咁主旨上咧有好多人都覺得好有深度，咁我覺得咧就係取材嘅選擇咧就有深度，但係陳述上咧其實對翻一般劇情片咧其實都講得好表層。不過以 Marvel 嚟講咧，其實都不為一個不錯嘅嘗試嚟嘅。咁至少咧會想講下其他唔同嘅題目，或者講到一個有主旨同有骨幹嘅故事咧，其實都相當唔錯啦。所以今次反彈起個指數10個飯團有8.3個飯團，相當喜愛。咁題外話啦，彩蛋嗰邊咧，其實我幾中意呢個發展嘅，即係兩個同 Steve 親近嘅好朋友啦，各自帶領一隊 Avenger， 咁一隊咧就代表正統，一隊就代表非正統，咁到底會對立啊定係合作咧？咁同埋做乜嘢Fantastic Four成個 ending 講埋出嚟嘅？